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初7，箴言10章22、25节安尼讲：上帝赐的福气，互人富足，内面无掺忧苦。狂风吹过，歹人就消失。义人会永远安稳徛在。三个来祈祷，要赐福气，互阮富足，内面无掺忧苦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的石盘，你是阮的顶牌，你是阮的避难所，你是阮逐时逐刻的帮站。主啊，你用慈悲的手，仁爱的大看阮，互阮伫你的保守甲看顾下来安平安过日。主啊，无论日时也是暗暝，顺境也是逆境，你是阮的手，时刻扶持阮。你的信息永无改变。主啊，愿感谢你，因为你所赐的福气，毋是短暂的满足，也毋是令人不安的财富。你所赐的，乃是对天来的真平安，是无掺忧苦的喜乐甲满足。主啊，义人虽然也会遭有风暴，总是有你做阮永远的保障，因为你的应允永远坚立，你的保守永无落空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